小朋友喺紙上面畫嘅各種線條同埋符號，喺大人嘅眼中係鬼畫符，但係對小朋友嚟講，嗰啲就係一種書寫。喺學識真正寫字之前，小朋友早就已經開始嘗試用紙筆去表達自己嘅意思。書寫其實就係將我哋嗰啲睇唔到嘅內心思想轉變成為睇得到嘅符號。當小朋友開始塗塗畫畫，其實已經喺度練習緊書寫。寫字唔單止係一種技巧，佢其實更加係一種表達嘅方式。